就说现在蔡姑娘只是两道毛带和忙着流浪来，要来告诉小姐为什么忽悠里向绑头子狗鸭子呀？他是对出京万花家，有种谁经一点香。急忙忙，绿香云子笑盈盈，赶着那龙带花。意思想，各种皮肤听得那是没我的呀。那么不是黑讲平台的魅力啊，其他几种没个。各种皮肤听了我作为一种享受呀，哪是我现在需要谁师傅搞的呀？意思想爱这样相逢一之中为见他。两朵花登上楼头，飞把雨冬家。哎喽，虽然忙着流浪来，蔡姑娘大真难怪哇！一口闷，小姐坐到藤卡板里，想上了口也没事。那么口的啥人？让我来听听别家课，不晓得这句话的呀，听别家呀，各自别家听的呀。你实在要到你身边的，清水请假一个来到小姐身边，不晓得彩屏啊！你刚刚花光了奔过来，扶梯上上来，个人奔得气得口口，上气不再下气了还。白头屋里两的热风，三个未来叫他出个大气都没捞得。忙着小姐三把头分那个头颈里向，呀，浪的啦，起风着嘛，不对，起风应该浑身吃着，哪就吃了头颈里个，头不转来一口嘛，这个窝头。方才个关照里从今往后不许提起高压，人一瞧下去，现在上来不来交应个听不讲。理在不记里，对忙正改面一百。哎呦，小姐头一百，那是比较听不人过。那么你是东港，我大不能对起，忙改面一百，这还过来几万。对，但小姐门前，哟，小姐，彩屏去小姐，哦，罢了，起来。看见个小姐那口立本，个小决定谁是明知个文晓得不要门一门。哟，小姐，你在看什么书啊？小姐做你对我也不晓得呀，因为我想想自家肺官府觉得喉咙口杨细细，相思病也要发作，只怕一辆酒衣上，砰，一口血喷出来，性命要起得高。我无意当中拿本书想高高一起，啥个书我还分口，一口嘛，一等一本黄历。哎呀，黑讲不能黑讲。我在看黄历，小姐，你为什么要看黄历啊？我自家分晓得哇，什么辰光从前看历本才欢喜看的呀，而且有事体什么事体谁要看历本的？南京这出去讨债要看历本，开店要看历本，想拿剃头磨牙要看历本，要改日家改个事业，倘使改错改次后日，晓得这样头来牙。呢。搬啥也要给人家，给好人家；送礼也要给好人家。我最近的时候，高帮路大保健帽子两毛一听，那么兜里向的朋友都没好，再送礼个，再讨快餐。莫说为军们定身高，你们毛头说兴隆高发，若以我们一只代价，希望我这房子代代相传。搿漳州我不知上名堂。
送给我2只蛇毛。如果你啥意思啊？你讲不毛来子王子，蛇的毛毛哦，说这个没对呀、哎呀，所以看你本才有道理。那么你在问我还说不上，可是爷爷不理人开心。现在啊，你一定让千几狗养，是的，还说一声吧。我在看去年今日病中是谁？蔡姑娘想得巧，去年今日现在一场毛病。那么今日毛队的老板对狗养，我都要问问看，今日你叫哪哈？你叫哈个？狗养做子官司，你叫福林嘛？狗养大概是里别家做子的事。虽然问今日，哎呀，万一福林你娘谁来问问说你哪？小姐，说天是子怎样？说你哪？今日4月14，昨日4月13，反倒4月13。介绍看日本有个细菌。日本上向是都好一家，事实上都是缺一家，所以不说这个文盲，日本才看得懂的。现在一看我4个字，知识不疑。福林吧，明是时候。问着4个半，翻过来一看，还是4个字，凡事不急。哎呀，两头人呢，在福林搞了当中是危险的。有些字，真气是自口。翻到4月14一颗，哦哟，里向可满了哇！哟，今朝乃是哈良人。好现在今日乃是哈良人啊，是啊，狗肉不差，一点儿不差，是个哈良人。先别在花园之中遇见了个哈良人，请你小姐下来去先去这个哈良人呀。你老讲的啥哦？我是哈良人，是接着2人哈一家，你搞什么呢？那是来自哈一家喊个我去绑队个哈一家，一家呢还可以绑队。你在讲述什么？哟，小姐，要不要恭喜小姐？后喜千金呀！哦，要来恭喜我啊！喜从哦来，蔡姑娘想那么闹，不能屡屡不相信。那么我来要唱七十两个他子，把那个身上一唱出来，我不大够唱，因为啊比较紧张嘛，个喉咙有点失禁。来非要紧张，这当你2高头不让我哈子。那么我今朝真的蛮激动，因为你虽然是搿2年天人家辣医院里向点验书，为止能够上台，那么包括录了40几年不唱者，那么像先生上16下岁是不大有的，已经在9月16下岁，所以我心里蛮感动，一感动蛮唱不起的。那么你要不说培养要求，这希望呢不断进步，不断提高。那么72个他呢，刚刚主持人讲，你都要收，搿么非要收吧？72个他们要从蔡姑娘花光了一张片子手机，大流浪时的全部结束，搿点片子统统摆了咖喱的，做新的72个他。那么搿个我要学起教训，刚刚出来为说是辰光，到码头上去演出72个他，搿位是外场子，这个蛮骄傲的。所以为72个他本同弟弟，你都数数看，一个不多，一个不少，来听讲这样数，有了爸爸蛮认真，搿么数数要忘记脱关。70年的西瓜子里数盒子摆了边了，唱一个他的8一粒，唱一个他8一粒，唱得再远嘛，女骑马把69个，还缺3个。你到麦卡去等我洗了，还等我睡觉觉，弟弟也来回塞了西瓜子当我吃脱里，怪将我吃脱里呢。哟，小姐，要不要恭喜小姐呀？那么的呢，屡屡不相信在。陈良生，恭喜与家王，想你是快快有种为他，叔叔当然记他，你是为他，记他，开他，玩他，抱他，闻他，你试他，求他，你是磕
世上想念他，三只荒唐我原谅他，你不也相同？没有他，倘若你言语之中得罪他，恩人如谁？谁是他？只怕你从此为难性命。他小姐你好懂啊，谢家栋，哼，不但他了他的来根本愤怒，能让手底上个名堂家。谢子听不懂他，身不由衷，他不他一点力气都是他，奉献文明必是他，连地的他来还是我的他。说在千里你不得当，说呀对，谁是的绣花，风是龙头的西龙啥？说不讲明，弄些子呀，大脸啊，一打着，我要来巴西上帝不一打。采购让人们下头脾气大蛮大，手里两桶毛带火啪，往中带口一动，将两只花过来带成三家一面，这个啥名堂？叫下头发火气着。那采购娘语气讲，他们手中十两毛带花，下片枫木开家娃，我录得进这来上一上他。想我是哈哈装备不来把戏，你是为什么非把喜鹊咬呀？黑马功劳上不家，不是不非来没有咋？上得不明后意思，不公不法，居人家里非把我恩情来当中唱。小姐呀，要不是来办喜的呀？耍得这海味的不得了，有毛功了，来办喜不耍个响，分刚出来喂。到底什么喜呀？哎呀，小姐，这一桩喜事，天大之喜，地大之喜，万样之喜，那是极大一桩喜事呀！到底什么喜日？那那是七分惊喜的七分喜，好比那浪里披菊傍水呀，七分心口七分喜，好比那费力迎上一担呀，七分几百么七分喜，好比那水里浮萍是激亮哇，七分如是七分喜，好比那失去其真是容易杀，七分难得七分喜，好比那天日风尘一番花，
花花，世家金苦大，无事恨后非离杀。下下的是闺中不是有中去，才知梦带个两朵花，花下风衣的女性家。下面的花有这种语气来个谁讲呀？我可能碰着地上了还，花园里向碰着谁人啊？我娘一到要求人8分，从来分碰着过谁人。来看上去不是碰着谁人啊？碰着李润阳身旁表生子刘世珍，一下吓得来塌了塌。这个谁家比怎样？他们下菜饼还是要深深。说不是，谁人得来唱个错啊？你到反应分拐周去的，谁不能一回？他说的红雷谁的家云呀么阴阳书真不人差，哎，罗云里打我家生我才这么的花。他们一中药剂归中水，我看他一丝隐隐是风衣家。想我是叫时候相见难相识，这眉目英勇胜不得他，装束一股来比一比他，口气语言听一听他，去再来中问一问他，识破方式真是他们一定否你就是他，狗儿相信你东军去外接他，你是为他记他，开他，你望望他，抱他，问他，试他，求他，不想有定，不见他，不问根源，谁不懂？他谢家已经走动了，少不是外分掏出来了。现在是你这个写这个，写句话的别让我特欢喜的，不破语，我要努力打，别发个这个，我来弄2块手包挤出来，哈哈，彩笔写字说不讲明，我要将你送至西游夫人那里，打理个不死不活，翻出了写字，心头是恨。哎呀，不灵的，现在成了光火，那现在打我不好干，鸡毛带去让我背身上啪发，当我啪他的关门事情真狠。送到夫人到等太郎高去，来个吃得些个，是吧？那么失手嘛，哎呀，是哪不是本人，谁是发情，可是不高兴。今朝谁说失手嘛要他让他出，非得我让他让他出嘛，也能写家之里带一个他出，那写家之里带一个他出了嘛，不能光我上称他，哎，可能是叫彩屏了。哟，小姐，这一个他们谁是？谁呀？他呀3个分手。是喜是个他，感情样头打击他，家庭被逼人他，衙为门下弄他，夫人轻视他，老爷爱惜他，那王本天要人放他，太太爱中等待他的小姐归来陪伴他，于是彩屏来外接他。他乃是红来才子相样帮，那大你小姐聪明
猜不透。他小姐已经中懂了吧？那小姐懂了，小姐再不懂事，不像襄阳才女在，才是比浪家一男比毛头个毛女有点毛湿湿。听你讲得蛮清爽，红奴才子襄阳八百，不是百人，还是单的来着。小姐的是儿听不懂他，细儿听的是我他，中儿听凡事明白他。听他说红的才子襄阳班，乃是侬的他，不是你的他，所以小子是一些些的神灵，一个他一他，原来是他。小姐你有他的呀？呀，吹一时大词，就说小了大家。